哇，跌到冇眼睇！澳門7月樓市速遞，升定跌，一文睇晒，轉發埋俾你心郁郁想入市嘅朋友。澳門區域成交241宗，下跌27.6%，平均實用尺價6218蚊一尺，下跌26.4%。氹仔區域成交49宗，下跌31%，平均實用尺價6496蚊一尺，下跌0.8%。路環區域成交11宗，下跌62%，平均實用尺價6766蚊一尺，下跌23%。全澳綜合成交301宗，下跌30.5%，全澳平均實用尺價6286蚊，下跌23%。10大屋苑成交排行榜，全部真實數據，如果心郁郁想入市，就聯絡我，介紹合適你嘅樓盤。